红肉桃系廿按多年来农次所改良嘅新品种，有水蜜桃嘅香甜，又个唔会可坏。95岁嘅刘树东对9岁起始睇东市山当种水果种嘅贵生意咯，而也改种红肉桃。不过按多岁嘅，那也有唔上接，按用嘅生能好呢？而31岁嘅太孙刘显义唔盼得阿公按辛苦。 路屯市政府嘅头路池系的，屯曼谷乡下屯个人就跑来做，对游山土地来做起始。辛苦嘅一年，今年呢红肉桃属实唔会那么。有奖冇？有奖冇？不多啊。陶老师啊。不多啊。呢條經驗都冇保安到，都冇達到幾多量。這個唔大嘅大喎。批定阿公劉樹東、劉顯義兩子孫行業人度準備摘桃嘅。阿公今年95歲嘅，對9歲行喺天龍嘅那夜，經過嘅3,500甘蔗同甘蔗有幾天，佢也耕種嘅一生意，頭擺行喺4田種無嘅，也種紅肉桃同果汁哩。 呢啲人較強哦，命下才錄嘅。佢錄了冇有？了冇？冇有。啊忙。一幾片嘅桃園喺度東市上巷，大概有6、7分天發。民國88年發生嘅92大地震，3年過後，阿婆就專家嘅，做了阿公一直到上巷種大梨種桃嘅。我講。 細煮安泰咧啊，就全部卡有干那愛對咧，濃咧就黐梅，就想講後很後生而試看咩。阿顯義民國75年次，今年長年31歲，大學頭係地震，本南頭有名防創業做3件嘅調查，見禮拜2日做上去上行陪阿公，一幾年來看阿公身體一年亦唔好。 剛剛2年前，幾天辭得頭路轉到上行。佢都冇上過阿哥阿路嘅啦，阿唔叫阿冇上過前途，係阿冇上當然結婚嘅錯啊，係忙我結婚啊。唔為什麼？為什麼嫁唔出去嘛？冇有。連登講300，睇出阿公真件唔少，唔過上行些總係有人來做，尤其丫頭嘅太出嘅時節，立台嘅愛爭一道都係有人來做，經驗豐富阿公係負責善力。將做幹嘛嚇？冇辦法去講啊，做差唔多咗安尼，啊先冇斷牌，佢一條幾多機，發行啊，一條3機啊2機，一條係，啊就咪掉啊，全部都係插牌，冇插牌。 阿公有隻奶爺，2隻妹爺，奶爺做阿顯義嘅爸爸，從細做地做農業嘅辛苦嘅，唔想轉來做，3萬同老輩打拼事業。阿顯義嘅爸爸係業務員，主要經濟來源，就想等幾佢轉來好嘅。我先同阿爸阿妹參詳，等到辭得頭路，而轉董事長講。其實務農的子弟。 的家庭應該都很知道，就是其實務農是養家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。那當然，我的父母他們也不是在務農，那他們當然不會支持我，就是回來耕種這件事情。但是對我來說，就是我覺得想做的事情還是要趁年輕吧，也趁阿公還健在的時候就去做這件事情，我自己心裡比較不會有遺憾。 佢出記得韓世家下見聽得阿公嘅年咧，見上得韓後生打幫阿公閒菜，重新學按樣做農。我就其實也很捨不得看他這麼辛苦，然後尤其是我很清楚老農這麼辛苦，可是他們不會獲得任何對等的代價。那年輕人的一個優勢就是至少比老人家懂得網絡的使用。那我覺得我回來之後。 可以跟網絡的這些銷售平台合作，那就可以解決很大的一部分問題。阿顯義看到阿公3萬一生意，為種3唔曉得賣，
假使都会事件反呢，头决定，他从来唔是因为阿公用友善土地的方式头耕种，得到对等的回报，故所嘅改变sản xuất的方式，透过网络平台直接卖本消费者。可能阿如将来做，刚开始是很不赞成啦，是就讲啊，阮嘅些安好啊，风气是在懂打送。啊，每下想想咧，我那么后生人吼，安尼敢好吼，也是好啊，继续传承这片土地吼，啊，某下子慢慢冇人接。西雅姑头8年前先转了天数，将部分的事来做。太雅姑喺到台中市有限做嘅转山行，佢想法同阿顯兒同樣，唔想阿公一直到山行做到咁辛苦，路中槍3代人就有人接定下去嘅。其实我以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农业有兴趣，但是阿公就是他踩在土地上的那一种，我觉得那一种温度，就是我觉得应该有耳濡目染我吧。所以我长大不知道为什么，后来就是对农业友善土地的农业非常的很受感动，然后也很想要这么去做。那我不确定自己可不可以做得很好，可是至少我想要去尝试看看。只唔过两只阿公之间，还係有意見無同樣所在。阿顯兒同阿公一直都溝通，請顯明啲嘢最讓觀察錯。對我來說，不用除草劑是理所當然的事情，連考慮都不用考慮。可是阿公會覺得，偶爾用是沒有關係的。他覺得老人家那一輩會覺得，就是就是草會跟那個果樹吃肥，可是對我來說，草它也是除了之後，它也會變成有機肥。為定阿公3代之間有當多事情好講，阿公上海會講後生嘅海故，阿顯兒嘅時節知道阿公嘅痴心同光彩。安尼後生啊，擘個車人嘛做好，阿迄代個啊，佢啊干意啊，較歹。大個冇了奈無，我曉得養，曉得硬，曉得起，曉得落。我家養帶60個，我就不做帶。進家鄉種鳳玉桃，阿顯兒唔會貼片分幾去賣，實際上沒冇家做人來做嘢，佢想要做嘅係自然農法，而阿公看到佢係樣做到珍惜土地這件事情。大學畢業，然後去上班之後，我從來沒有想過，我有一天還會回來這一塊土地，我還可以像童年的時候一樣陪在阿公的身邊。然後，我也沒有想過自己可以陪伴他從事農業的生產。然後，我很希望可以在他還健在的時候，可以讓他看到一些因為從事友善土地的農法而獲得的希望。細細家下由太自然同阿公來做伴，也太轉來愛撞其他阿公有伴，唔愛故事。頭擺阿公本日看到做農業幾好誒，也佢想幫阿公看到漢白友善農業成功。